個貝都一期嘅兩房單位，咁咧都所剩無幾㗎啦，即管入嚟睇一睇望一望，點解咧？呢個地段好，將來發展亦都係非常好，有站，附近就有南生圍，有公園，有民生，有配套，咁啊成個戶型一眼睇晒，簡單但係五臟俱全，大嘅露台。3合1露台，咁啊一個長形露台，放埋冷氣機嘅，跟住種下樹、種下花，絕對冇問題。開放式廚房，咁啊雪櫃，全部一套都齊晒㗎啦。有埋洗衣機、蒸焗爐，仲可以明火煮食，最緊要。開放廚好少可以做得到嘅，佢就有啦。好，再入嚟我哋睇埋房間。房間咧，佢呢度打通咗，咁啊空間用盡晒，全部用晒，絕對唔會浪費。洗手間又齊晒，浴缸配套全部齊啦。再做埋一個特色牆啦，一個間隔，其實佢係一個主人房嘅衣櫃，咁啊放到雙人床、小書台，咁就一眼睇晒。泛海國際集團咧都有好多唔少嘅巨作㗎，由淺水灣去到九龍、新界，全部都齊，甚至乎西半山。